藝術指導最佳動作設計、最佳音響效果同埋最佳視覺效果，楊文傑先生、陳子滔先生同埋楊敏傑先生嘅。當然仲有我哋3位戲入邊嘅演員啦，何啟華、魏俊生、林嘉熙，歡迎晒咁多位。江老闆都喺度添啊！不如我哋問下身兼監製、導演同埋攝影於一身嘅 Anthony 先啦。作為一部災難片咧，即係有大量嘅特效啊、動作場面啊，我哋講緊攝影嗰方面啦，即係點樣平衡真實感同埋嗰個視覺嘅震撼咧？但係平衡得幾好嘅，因為咧我哋戲前邊啊同埋戲後邊都好災難性嘅，咁我哋成班友咁多人一齊都好團結啦，咁變咗好多時其實係呢班新演員令到我係好容易去掌握到成個氣氛同埋個感覺嘅。係，不如都問下提名我哋最佳視覺效果嘅3位啊！即係今次嘅呢套電影入邊有冇啲咩特別嘅設計嘅咧？我諗最特別就係要做一個倒塌嘅冧樓嗰一場戲啦，因為嗰個係難度係最高嘅。咁同埋喺香港電影應該好少見到呢啲咁嘅冧樓場面咯。係，所以睇到咧都係動魄驚心。咁不如問下3位演員啦，好唔好啊？係。即係今日咧，其實作為頒獎嘉賓啦，都知道你哋會有好多朋友喺現場，有冇話特別想邊位朋友今晚攞獎嘅呢？問你喎 Jeffrey。朋友嚟講，其實就即係最緊要係有義氣啦。咁就所以，身為一個有義氣嘅朋友，就每一位朋友都攞獎，我都好開心。係啊，即係各位電影界嘅都係我嘅朋友嘅。但係義氣呢方面，我覺得唔會 apply 喺 Locka 身上啊。你唔會用義氣嚟。點解咧？你想邊位演員攞獎嗰啲㗎嘛？如果 apply 喺我身上咧，其實我係希望我自己都快啲有提名可以參加。好快，係嘛？係。係。咁有冇今晚邊位演員你特別想去攞獎啊？有嘅，其實我係全力支持游學修嘅。係，因為睇得出佢嘅努力。一個啫咩？唔係啊，好多都有努力，但係特別支持游學修。OK 好係喎。咁游學修阿 D 應該都非常支持喎。係其實本身係嘅，但係我見 Locka 咁支持咧，我就考慮緊唔支持佢啦。支持阿 Mark 咯，或者可以你支持都可以喎。係啊，可以支持阿 Mark 俾你啦，係啦。其實個個都支持嘅，係啊，咁啊希望大家都開心啦，係啊。講到支持，即係你哋嘅團隊頭先 Anthony 講有困難啦，江老闆今日喺度即係支持大家今日踏上呢個紅地毯，同埋喺頒獎禮攞到好成績，希望5項提名咧都可以咧攞到非常之好嘅成績，好唔好？不如我哋喺維港經前面幫你哋影一張大合照留念下先。除咗影相，我仲有拍埋片添啊 ！Hello，OK， 好，唔該晒咁多位，唔該晒 ，thank you， 唔該晒，歡迎晒咁多位，祝你哋今晚獲得好成績 ，thank you。呢位嘉賓上年我記得咧，我喺現場睇佢唱歌啦，確實係震懾我心靈同埋即場圈粉啊！俾冇錯，我哋歡迎我哋今日嘅頒獎嘉賓謝雅儀，歡迎。歡迎雅儀啊！上一次咧，即係佢演出係非常之震撼啦，都感動咗好多人心。今年咧，即係以呢一個頒獎人身份翻嚟，問下佢心情係點先。歡迎你今晚好啦，雅儀。係，我係現場嘅 fans 啊。係啊，上年佢喺現場同我講，即刻成為咗你嘅 fans。夜晚即刻要 DM 同埋 follow 啊！有多謝你嘅支持，係啊，好感動。今日我咩身份嚟咧？同我哋分享下。今日非常榮幸可以翻到嚟金像獎擔任呢個頒獎嘉賓。心情同上年有啲咩唔同咧？其實因為上年我就係表演啦，咁就都準備得好充足嘅。但係頒獎嘉賓咧就多咗一份責任嘅感覺，咁所以就都好興奮。好，咁我哋今晚將呢個重任交俾你，我哋喺呢個維港前影翻張相先。上年就要背熟歌詞，今年要背熟候選名單。都係我哋都希望咧，可以聽到多啲雅儀嘅歌，好好聽。冇錯，其實今日仲有一個好嘅舞台，可以俾咧新人呢一個機會展露自己嘅才華嘅一面。
Thank you， 唔該晒阿爺 ，Thank you。講到歌咧，嚟緊呢一套戲嗰個團隊咧，今晚都會上台唱歌俾我哋聽嘅。講緊就係我談的那場戀愛嘅團隊，佢哋有6項嘅金像獎提名，包括最佳編劇、最佳女配角、最佳服裝造型設計、最佳原創電影音樂、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同埋新晉導演嘅。Hello， 冇錯，歡迎 MC 張天賦、陳慶嘉、吳理路、羅佩莎、大偉、何妙琪同埋梁柏堅先生，歡迎晒咁多位。好，既然 MC 喺身邊，我就問下你先啦。你好，今次第一次行動地氈，心情如何咧？幾緊張嘅，係同埋因為件衫都幾緊咧，全程我都要縮住肚挺胸行嘅。即係心理生理都好緊張。係，喂，講到縮住肚挺胸行咧，即係就要好有信心啊！係戲裡面呢個角色，我覺得好特別嘅。調翻轉嘅，唔使有信心嘅。但係聽講現場你俾非常有信心嘅最佳女配角候選人 Stephy 震懾咗你好多次嘅喎。其實係㗎，因為好少有機會可以面對佢啦。咁啊，但係電影之中入邊會有好多橋段係我同佢有好親密嘅接觸啦。咁我係唔係好招架得到嘅？都大家睇到我哋咧面紅心跳嘅，不如都問下我哋提名新晉導演同埋最佳編劇，仲有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填詞嘅阿喵何妙琪，你好。嗱，今次第二次入圍編劇啦，第一次入圍新晉導演啦，喺今次呢一個提名會唔會令你咧喺導方面咧都大啲推動力咧？我覺得新導演做得好係靠監製啊、團隊演員。其實多謝大家陪我試咗部戲啊，係啊。講到陪咧，一定要問下身邊嘅家導啦，陳慶嘉啦。咁啊，家導今次咧就係提名最佳編劇同阿喵一齊嘅。我知道咧，阿喵當初本身讀書係讀成醫嘅，拍《內衣少女》嗰陣時俾你捉咗做 research 之後咧，捉咗入電影行。咁有一段好長時候合作啦。今日一齊提名最佳編劇，佢又提名最佳新晉導演，對於嚟講會唔會好滿意，同埋感受都好深咧？係好開心啊！因為終於有一個後輩可以提攜翻啲前輩啊！原來係咁嘅意思。阿喵有冇回應啊？呢個問題我哋私下講笑，呢個叫老有所依計劃。係 OK。咁啊，呢個計劃你哋團隊當中啦，我覺得呢套戲視覺效果啊、衫啊各樣都好靚啦。不如我哋問下我哋嘅最佳服裝造型設計提名嘅吳理路同埋羅佩莎。係 Stephy 嗰啲衫咧，我感覺睇嘅時候好似係 fashion show 咁樣嘅喎。即係一早需唔需要同佢有好多嘅溝通，定係要點樣去設計嘅呢啲咁嘅場口或者服飾咧？之前都唔係好有溝通，最緊要係同咗導演溝通。其實係導演嘅設計。